大家好 ，Merry Christmas， 祝大家聖誕快樂。咁而家聖誕節咧，就可以滿足大家一個願望，咁我睇下盡我能力啦。好，開始排隊，邊個先？我係，你需要咩聖誕願望？我想要一份可以令我行捷徑嘅禮物。哦，好簡單。嗱，啊？點解嘅？呢一個咧，呢個叫捷足先登啊，攞住佢啦，搞掂。下一個係，到我啦！係，你需要咩聖誕禮物咧？我想要收到玫瑰花，哦，咁你姓咩㗎？我姓何，哦，咁啊簡單，何嘿何，那位今日與我送玫瑰花。好，下一位，我係，你需要咩聖誕禮物啊？我想補翻學隻牙。哦，好簡單啫，聖誕節嚟維港康，7、9歲補3條，點啊？下位，係我想要個手提，哦，好簡單，手提點解咁貴嘅？呢度呢手嚟，嗱，手拎住個提子仲唔係手提？哎，搞掂，下一位。你想要咩聖誕禮物咧？我想棚牙零零正正。哦，好簡單，聖誕節嚟維港康送呢一個沖牙器。哇！ Merry Christmas，聖誕快樂！